向着我们的神来打开，因为神他应许他要赐圣灵给一切寻求他的人。大卫在诗篇当中，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你是我的神，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要切切的来寻求你，我的心要渴慕你。因此我盼望今天这个大卫的诗篇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不论我们的那个疲乏无水之地是什么，也许是你的职场，也许是家庭，也许是课业，或者是在任何的困境当中，但是神说他应许，他要赐给那一切寻求他的人就要寻见。我们要对神来发出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祷告，当我们在疲乏无水之地，我们要切切的寻找你，我们的心切慕你，我们的心渴慕你。主啊，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求你使我们被你更新。主，求你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尝到那个耶稣同在的美好。主啊，我今天要奉你的名在这里祷告，主，一切寻求你的都要寻见，一切渴慕的都要得着，一切心里面找不到答案的，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都要得到答案。主，当我们的心里面发沉，当我们的心里忧伤，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主，你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耶稣，我们在这里发出这样子的祷告。主，就是圣灵，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你在这个地方来完全的作王掌权。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来到我们的当中。好
声归给在宝座上的父神。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渴慕来贴近你的心。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主，也谢谢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谢谢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唱。主，我来敬拜你，我渴慕贴近你心，你赐我生命气息，称我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再次来唱。主，我前来敬拜你，让我领向你苏醒，献上我全人全心，愿成为馨香火祭。我未曾行前，你已认识我，我手早为要荣耀你。主，你深知我每个意念，我降服自己，由你掌权。唯有你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大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生命到永远。耶稣来到我主宝座，来到我主宝座前，专心仰望你容颜，你脚前放下冠冕，赞美你直到永远。我未曾行前，你已认识我，我手早为要荣耀你。主，你深知我每个意念，我降服自己，由你掌权。唯有你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大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生命到永远。是主，唯有你，唯有你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大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生命到永远。走在宝座的圣洁羔羊，你配得赞美，配得赞美。众天使和长老要宣扬，你配得赞美，配得赞美。坐在宝座的圣洁羔羊，你
耶稣，我们高举你的名，主，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你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敬拜耶稣，真理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你是我们的救赎，施加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耶稣，耶稣，因你的名，病痛的医治。耶稣，耶稣，因你的名，锁链都断开。是耶稣，耶稣，耶稣，让我们宣告耶稣，你的名，病痛的医治。耶稣，耶稣，因你的名，锁链都断开。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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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心归拜，都真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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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呼喊，我们要耶稣。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
切的失败和沮丧。主，今天我们来敬拜你，是因为你本来就配得。主，愿万国万民都来尊崇你的名，愿我们的家庭来敬拜你，主，愿我们的城市来敬拜你，愿我们在生命当中再次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对着主唱，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主，耶稣，唯有你，唯有你配得，耶稣。是的，主，这就是我们的呼求和祷告，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主，耶稣，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配得，耶稣。再一次从我们心里发出的赞美，让我们的口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教会，主，这就是我们的敬拜。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愿你的宝座就在这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在每一个牧区当中，每一个小组当中，主，当我们全心全人降服于你，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掌权作王了。主，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再来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圣灵的火持续的焚烧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心里面对你的渴慕没有停止的一天。耶稣，哦，耶稣，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圣灵来完全的来得着我的心，主，你来向我们吹气，就让我们每一个沉睡的，每一个没有力量的，每一个在底下的，主，你就对我们发出那一口气，让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坚定起来，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权利。带领大家一起祷告之前，我要再次邀请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扬起我们的声音，向我们的耶稣发出最大的赞美，发出最大的感谢，因为这位耶稣是配得一切称颂的，这位神是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好不好？在我们最后祷告敬拜结束祷告前，我们再一次发起我们的声音，发起我们的祷告，我们再一次向耶稣献上我们最大的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神啊，感谢赞美你，神啊，赞美你，你是配得赞美的那一位。耶稣，我们来赞美你，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最大一切的尊荣，一切最大的赞美，因为你是那配得的那一位，你是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君王。神啊，我们再一次扬起我们的声音，再一次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神啊，求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再一次看见你的同在，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的彰显，再一次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要行美好的事情。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真的与你美好的连结，让我们单单眼目就专注在你的面前。神啊，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神啊，赞美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最大的赞美，因为你是配得赞美、配得称颂的那一位，你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君王。
你掌管世上万有，你统领一切。神啊，你也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美好的恩典。你也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成为你宝贵的儿女。神啊，你更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你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钉死在石架上，就是为了要挽回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神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为此献上极大的赞美。神啊，愿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也只有一个单一的心志，就是将我们完全的焦点，我们的目光就是摆放在你的身上，摆放在耶稣我们的主的身上，让我们不受任何事情的影响，不受任何的事情所干扰。在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的面，来敬拜你。神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看见你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新的启示，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你那属天的能力，领受属天的祝福，领受那属天的盼望。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聚会，透过我们每一个与你真实生命关系的连结，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这场聚会，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所要行奇妙的事情。愿你带领我们早上的聚会，愿今早的聚会成为一个荣耀敬拜充满赞美的聚会。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新的诫命来回应，来成为我们信仰的告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Amen。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热情、非常充满荣耀的一个敬拜。也愿神在今天的敬拜当中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也在今天特别的信息当中，我们要邀请吴宪章牧师、吴宪章博士来带领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上帝的话语。所以也盼望我们继续保持的这样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热情，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有美好的领受。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来继续我们的礼拜。恭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出埃及记2章23节到3章6节，我们一同来念。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惜哀求，他们哀声达到上帝，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上帝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脚长在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上帝。圣经读到这边，愿主祝福遵从他话语又照这样行的人。献诗请路德小组以及小橄榄班来献唱，所要献唱的诗歌
超越万物的爱。吟诗之后，请吴宪章牧师证道。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人生下半场永恒的托付，我们一同恭敬来领受。哎呀，感谢主，谢谢。哦，今天有2个团队献诗啊，一个是我们的路德小组，举手一下，路德小组。啊，我们的小橄榄班在哪里？来拍手拍手。我们的小橄榄班好像还有一点害羞啊，要勇敢哦，吼。啊，我们的小橄榄班是我们418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儿童事工哈，他们现在在礼拜6早上都会带小朋友来到教会，然后给他们一些品格课程啊，一些不同的一个辅导
他们这一群小朋友今天第一次来献诗哈，真的很不简单，拍手鼓励他，等一下，如果小朋友坐得住来听吴牧师讲道更好如果真的要去跑一跑、跳一跳再回来也可以啦。好刚刚我们看到在这礼拜开始的时候有特别有灯光打暗呐曾牧师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团队在后面走吴牧师搞完工是不是 Good TV 来了？我说 Good TV 有来拍过了，但是今天是特别是我们的5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影片的收集整理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就是静瑶兄素文姐的女儿，疫情还在外面呢不在这里了他带领一个团队5、6位来这边，从昨天开始反正各个角度什么都拍然后成为他们一个资料影片我们谢谢他们来服侍了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吴宪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过去2年这2年我们都有在圣经培灵会的时候，吴牧师都用一个主题来勉励我们，很多礼拜六来参加的人都有印象那我们在去年就特别邀请说，吴牧师是不是在礼拜六的圣经培灵会之外，能够在礼拜天我们信徒都集中的时候，再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那去年就答应了，本来是在今年的4月有礼拜六的圣经培灵会，隔天就接下来做这一个礼拜天的这个讲道，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安排，没办法就改到现在来。那我们去年呢，我们也举办培灵会，是我们前任的蔡牧师来我们当中来分享勉励。那今天呢，吴牧师呢，他特别用人生的下半场永恒的托付来勉励我们。那吴牧师呢，他本身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旧约学的教授那很会写作很多书今天也带来3本书要来分享愿神透过他所分享的恩典，然后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用拍手来欢迎吴牧师，谢谢。来，我看到这些弟弟妹妹，我很感动的，因为我26岁才去教会，我在台南后壁乡下长大，隔壁有幼稚园，天主教开的，我从来没有机会，所以看到他们呢，就想到呢，什么叫做基督教教育？2个概念，就包括他们人生上半场给他 roots， 下半场给他 wing。人生上半场给他们基础，下半场给他们翅膀。那因此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他们有 roots， 下半场会如鹰展翅；有儿女的也举起手来一下，我们为他们祷告，也为儿女，包括楼上的，都为你的儿女来祷告。天父，我们举手称谢你，主啊，我羡慕这些弟弟妹妹能小就可以来你的家，主啊，他们从小就被你得着，让他们进入你的家，被你栽培，他们的生命的根，下半场会有翅膀可以展翅飞翔。我们举手的儿女，求你也纪念，我们要进入你的殿，这么美的敬拜，我们儿女可能没有来，求主引导我们儿女进入你的殿。他们不管多远，让他们如鹰展翅，因为你给他们圣灵的根，好让他们下半场如鹰展翅。因此，我们把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我们每一个的重担卸落，也帮助我们的儿女，包括现场的每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人生下半场越来越精彩。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摩西就是这种人，我们看到他人生下半场，实际上呢，读了这个经文，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祷告的对象，就发觉呢，摩西其实很特别，包括这些弟弟妹妹呢，他们呢，像这个年纪的人，摩西他太重要了，没有他就不会有五经，就不会有历史书，就不会有先知书，就不会有新约，你我就不会得救。因此呢，米开朗基罗在罗马雕刻他。包括你科隆，德国最大的教堂，欧洲应当第3大教堂，科隆中间刻的就是摩西。到 Princeton 的中间的 Chapel 就是摩西，他太重要了。连我高中、大学看的最精彩的10届的片，就是 Charlton Heston 所拍的，就是拍摩西。看过这片的举起手来一下，举高，这是老片。隔壁告诉他，你年纪不小了。
精彩，没有片比他这个更好。那他一生都是神迹，所以呢，这个卡通就把它画成爸爸妈妈把它放到蒲草箱，水竟然分开，妈妈跟哥哥姐姐看得很傻眼，闹这种代志。不过如果你跟摩西去跳水，可不是好玩的。你正要跳水，他一祷告水就分开，所以告诉隔壁不要跟摩西去跳水。这当然是读经狂想曲，不过对摩西来说呢，可不是好玩的，不像他们呢可以来唱诗。他同时的同胞蓝鹰都要丢尼罗河，他是从水捞出来的，他是从苦难当中出来的。当时的同胞要做苦工，那个哀声达到上帝，他的同胞又丢尼罗河，还有爸爸妈妈信靠上帝，给他放葡萄香。他的名字 Moshe from water， Mishamayim， 从水捞出来的。那因此呢，同胞淹死，他是苦难当中生的，可是竟然成为法老王养女的儿子，变成养子，那这非常讽刺。法老王想杀以色列男婴，法老王女儿却养他的男婴，而且卧底进入皇宫，成为法老王有机会接棒。上帝就在人间政权背后卧底。历史的英文怎么说 ？History is his story。人间君王封杀不了任何逼迫教会的人，所以马克思讲的对，谁逼迫教会，谁就帮助上帝。越逼迫越兴旺，以色列人就准备出埃及。这个过程当然需要摩西，当然特别摩西的妈妈。没有摩西的妈妈，摩西有2个试探。他会被上帝用，第一个要离开多神，10灾打击的都是埃及的多神。就像我是从小在台南后壁打开庙，下家当客囝，我要从那个偶像当中走出来。摩西要从太阳神当中走出来，背后是一个妈妈，背后有个妈妈。所以呢，每一个有孩子的妈妈举起手来一下。所以丘吉尔讲的对，你举高，要为你们祷告。丘吉尔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台面上的君王，是摇篮旁边的那双手。约基别摩西的妈妈带出摩西的信靠，然后呢救了200万人。所以女生都举起手来一下，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来敬拜你。每一个妈妈或是将来的妈妈所生的，求主让他们有根，人生下半场有翅膀，可以展翅飞翔。求你恩待每一个妈妈，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享受你给一个妈妈。可能家庭就像约基别，就像当时有苦难，越逼迫，反而是越帮助我们信靠上帝。听每一个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交托、敬拜，把儿女奉献在你手中，奉耶稣里面祷告。摩西除了要离开多神，他还有第二个问题，他要离开拜金。他如果只是成为法老王，有机会接棒的话呢，一辈子法老王就把金银财宝放在金字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摩西一生最后呢，功勋通通会变成废墟，或者给小偷偷光，金银财宝通通大江东去。那摩西不在乎金银财宝，希伯来书11章这么说，也离开多神。不过他有一个问题，拳头，40岁打死法老王的接班人或手下。用现代话来说呢，摩西曾经参加过太阳花，上帝不用他，在旷野冰40年，到80岁才蒙召，80岁蒙召，最后40年进入下半场。40岁到80岁的时候，人生绝对是个据点，旷野等死了，遇见上帝之后变成一个逗点，变成一个惊叹号。下了10个灾，打击的都是埃及的多神，那准备过红海。人生本来是个据点，后来认识上帝之后变一个逗点，200万人跟着他，变成惊叹号。因此，人生那3个阶段通通浮现，所以超过50岁的举起手来一下，再举高，会超过50岁也都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看到他，告诉他：“我看到一个惊叹号了。”摩西80岁开始成为一个惊叹号，200万人出埃及过红海，红海竟然分开。我是学力学的，我第一个博士应用力学，红海会分开？请问哪一种专业人士傻眼？水力学家。摩西一生就经历很多神迹。如果你上帝碰到你，你开始成为逗点，变成惊叹号，所有的困境在你面前呢，一个一个消失。可是你要走他的路，特别呢，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加萨走廊前面所打的那个战争就在地中海旁边，他们在埃及左边。照理说，从埃及一直到迦南地，怎么走最快？怎么走最快？沿着地中海，对不对？上帝却给他们什么？绕路往南，非常奇怪。你我可能，包括你的儿女，可能在绕路，当时不懂，我们后来懂。我们看当时为什么一定要绕路？因为他们在埃及400年，埃及有多神，锁住他们的脑筋。如果没有西乃山去参加遇见神宴会，会把埃及的神带到迦南地去，就像福建的庙带到台湾来。台湾的神明背后都是福建来的，需要西乃山参加遇见神宴会。那这条路很奇怪，上帝的道路不像你的道路，上帝的意念不像你的意念，这条路不好走。你会担心没有什么旷野，没有水，磐石出水。你还会担心没有喝了以外，还担心没有什么吃玛纳。如果上帝给你绕路，恩典够用。因为刚刚签书就有一些人问我他在绕路，我就为他祷告。绕路的过程就像他们呢，我在西奈半岛拍的这个照片。西奈半岛拍的，眼睛好的人可以看到什么？对，我学到一个给安慰任何在绕路的人的功课。含着泪水望天的人可以看见彩虹。含着泪水望天的人可以看见彩虹。所以你还在绕路，你的儿女还在绕路，继续等候，继续仰望。白天很热，还好白天有什么？云柱。晚上很暗，有火柱。绕路的过程，上帝一定恩典够用。所以你低头，你想到谁？包括你自己，还在绕路的，我要为你祷告，好让你知道，含着泪水望天，或有云柱火柱围绕。天父，每一只手放胸口的，为我自己，为儿女的，多求主纪念。今天这么美的敬拜，小朋友所唱，你是我的最爱，你是我的唯一。星星这么多，你才是我的最爱。主提醒我们，你才是我们最爱。因此，把重担交在你手中，即使绕路，恩典够用，云柱火柱围绕，玛纳吃不完，帮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每一位放胸口的人必不致缺乏。奉耶稣的名祷告。上了西乃山，领受十诫。包括刚所读的那个新旧的诫命，要尽心尽意尽力，都是摩西颁布的。然后之后呢，承担下半场的人生的托付。摩西80岁就进入下半场，跟这个人一样。这个人是谁？林肯。美国历史学家会告诉你，美国最重要的人物不是 Washington， 是林肯。你如果到 DC， 美国的 Capital。最大的建筑物就是林肯，不是其他白宫五角大厦，是林肯。我简单列出他的履历表，很快让你知道。他不到51岁之前的时候呢，婚姻有痛苦过。9岁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8次选举，8次失败。一到了51岁，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总统，救了美国。救了美国呢，是一个关键人物。请问一下，你看到9岁的时候谁过世？妈妈9岁就过世，可是是妈妈教的歌，为什么呢？南北战争，他一选上总统，南北战争一开始打仗，一打仗之后呢，林肯才重生得救。
是谁撒的种子？9岁时候的妈妈。从9岁当妈妈就记得你跟你陪儿女的时间不知道多久，像这些小孩子，我可以不知道陪他多久。所以林肯的妈妈印象中，林肯很清楚，妈妈9岁，在他9岁回来，主日聚会回来，会把林肯找来，跪着读圣经给林肯听，扎了那个林肯信仰的种子，得救的智慧。8次选举失败，婚姻失败，第一个孩子死了，法律的律师被免掉了。到51岁成为总统的时候呢，南北战争一打仗，他才重生得救。是从9岁妈妈撒的种子撑那么久，51岁救了美国。林肯讲的对，丘吉尔讲的对。摩西的妈妈救了以色列出了埃及。当基督教教育就是让我的儿女有 roots， 下半场有 win。林肯是如此，摩西是如此，承担上帝在林肯身上的托付，也承担上帝在摩西身上的托付。所以我今天才谈生涯规划，借着摩西一生，上帝用你跟我，上帝有计划，上帝所用的人有永恒眼光，承担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不管你人生多大的挫折失败，可是因为遇见上帝，会变成惊叹号，会成为被上帝用的人。几个重要原则：第一，人生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程序表里面有，他被上帝用，第一个原则是在别人需要上。40岁，我的同胞被欺负，他一个拳头试着打死法老王下面的人，做法有错，等一下讲。救了想同胞的心是对的，爱，他想爱同胞。后来到旷野的时候呢，碰到牧羊人欺负叶特罗的女儿。后来很早回来的时候，叶特罗就问这些女生：“你怎么那么快回来？有人帮助我们呢？就为什么不把他找来吃饭？”一找来问埃及王子，他不是为了英雄救美，是心里面想帮助这些可怜的人。这第二件。第三，叶特罗给他的女儿希波拉嫁给摩西，生的老大叫格顺，希伯来文的古训，古是寄居。我在埃及，我在西奈半岛寄居，我的心在埃及，我的同胞受苦的当中。每次叫格训，就想到主啊，我不要偏安江南。我的心在那儿，可不可以用我的下半场救他们出埃及？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是第一个你要被上帝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在别人需要上，我可以做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堕落败坏罪恶，我可不可以带一些小孩子做社区，救更多人？这是第一。我可不可以在职场成为见证上帝的人？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第一。第二，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你拳头打死法老王下面的人，就要躲起来，会有惧怕、杀人，然后有羞愧，有 depress， 旷野想进入据点。到80岁的时候呢，他看到上帝了。因为要看到上帝，就发觉上帝有几个属性。第一，信实。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告诉摩西，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知道，原来上帝很信实，守约。第二个，圣洁。看到上帝的时候，把脸铺遮着。圣洁的上帝，我不肯见他的面，不像说我人间的庙，我都可以邀他、贿赂他。这个上帝不能贿赂，鞋子脱下来，他圣洁、守约、圣洁。第三个，全能。上帝竟然在荆棘里借着火显现。荆棘那是烧掉的，马街是用这段来说明的。
烧毁的荆棘，我宁可烧毁。我即使用台湾话来说，我是 Q 杠狼，我根本已经80岁了，你怎么呼召80岁没有用的人呢？难怪宣信博士 A.B. Simpson 这么说：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你怎么会找到我80岁？我走口笨舌开始发觉有上帝的能力。过去用拳头，上帝兵他40年。认识上帝之后呢，认识他的信实，守约全能。80岁下了山，10个灾，过了红海，据点变成惊叹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光第一点人的爱，花莲的慈济就是这个原则。救不了台湾，需要80岁认识上帝，不是只有神学或社工，需要神。80岁提醒你跟我，要救台湾的是基督徒，信耶稣惊叹号的人。受洗的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你是台湾最重要的人物。再举高，隔壁告诉他，你比君王还贵重。变成惊叹号，你说我是 Q 咖，我是惊叹号。上帝用80岁的人，上帝用你看过了，没有手没有脚站在讲台上会讲到的人是谁？尼克胡哲。那些没有腿的人，瞎眼瘸腿可以见证上帝。佛教说他们上辈子一定犯了什么孽？错，上帝用荆棘，用卑微。其实耶稣所有学生都是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用现在来说，后甲国小没有毕业的可以被上帝用。告诉隔壁，你有救了。耶稣比孔子、比苏格拉底还精彩，他们是找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耶稣找国小没有毕业的，只有上帝全能，红海分开，水力学加沙业，在自己的软弱，越服侍就发觉很软弱，你学习依靠上帝。第三，在平凡的城市中，让异象带来的突破。40岁呢，以为没有上帝，看不到上帝，动拳头。80岁看到上帝，那叫异象，也是刚第一堂上师用异象。民无异象，必定怎么样？放肆。什么叫异象？听这个故事，你们的牧师是有异象的人。我长老会我也去过一些。花姐他是有意向的人，什么有？如果他有意向，长子没有意向，听这个故事，教会要继续成长，不能只有他，要每一个人听。有一只狗看到一个兔子在跑了，追过去；第二只狗看到狗在追兔子，也追过来了，2只狗；第3只狗看到2只狗追兔子，也追过来了，3只狗追兔子。跑一段时间以后呢，一堆狗看到前面3只狗在跑，也追过来了，一队狗大军。跑一段时间以后，3只狗，一队狗大军，后面有更大的狗大军，3只狗，一队狗大军在跑，通通也跟过来了，3只狗，2队狗大军。跑一段时间以后呢，后面的狗大军就问隔壁：“啊，你没用啥物？”我哪知啊？大家在绕我，这会绕。那些狗退了。第一批狗大军说：“啊，你在搞什么呢？”我哪知道？大家跑我也跑啊，也散了，只剩下3只狗在跑。为什么？为什么？那叫异象。我看到上帝，我人生下半场继续跑。君王若没有上帝，任何国家没有盼望。我看到上帝了，人生就有目标。你人生最大的目标是看到上帝。加尔文就这么说：教育的目的让你认识上帝。绕路往西乃山是要让你靠近上帝。西乃山当然高一点，长高有什么好处？
看得远，空气好一点，可以穿高跟鞋。不，长高一点是为了靠近上帝一点。告诉隔壁，你好像好久没有长高了。告诉隔壁，你要更靠近上帝一点。那叫灵修，那叫接受耶稣，那叫洗礼。不要陪着我的太太只是来，要变成你的神，不是指我爸爸的神。有神一进来，他就会感动你，人生会越走越精彩，会变成惊叹号。所以还没受洗的，我劝你呢，这地方很好受洗。王牧师这个年轻的牧师，他的太太是我从在台北就认识他的。我这曾牧师对不对？那么漂亮女生都嫁过来，所以社青你要受洗 ，no， 他曾牧师可以帮人家证婚，对不对？对，所以单身的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这边是好地方。一定要让主成为你生命的引导，不是我的为女朋友的神，我爸爸的神，要变成你的，你就会有意向，或者是那两只狗，那两队狗大军就散了。在平凡的城市、旷野看到上帝，我估计我们当中很多人上班到一个地步很无聊、很空虚，你需要的就是上帝，你需要靠近主。这第三、第四，想被主用者，就得肯被主施工。如果被上帝用，一定需要被施工。正如我今天早上呢，从塔木的酒店走过中华东路，对不对？旁边都在施工。我们需要被施工。他80岁了，上帝就告诉他：“我准备透过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准备救到迦南地7族。我要行神迹来帮助你到迦南地去。”摩西就问3句话：第一，我是老几啊？我是谁呀？他怀疑人生。他过去是王子怀疑人生。第二个呢？那你是谁？他们会听你的吗？我是老几，你是老几？第三，他们不会听我的啦。80岁的摩西还在怀疑自己。过去我失败，我用拳头，旷野惧怕。失败会把人绑得很死的，心理学家称这叫忧郁症。我过去婚姻失败，我过去经商失败，我过去从政失败。摩西80岁时候就从过去走出来。C.S. 路易斯讲的对，等一下会看到他。路易斯说：“你不可能改变过去。我过去离婚了，约翰第4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不可能改变过去。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未来。只有福音可以帮助你面对未来，其他就是修行，剪头发去当尼姑和尚。越修仇恨越多，除非实际上的救恩，才可以改变未来。我们怎么改变过去呢？你大陆来，你台湾来，你们彼此罢免。我妈妈是老欧啊，你怎么可能？我们需要福音才可以面对未来。所以你不要被过去失败绑住。我过去爸爸伤害我，我的先生伤我，搞离婚，你都需要福音。你要从过去走出来，所以告诉隔壁，你不可能改变过去，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未来。亚历山大大帝呢，很精彩，等一下会提到他一点点。他呢，往东印度，中到印度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手下有一匹马，很难搞。手下试着把那一匹马试着骑，奇怪，人都被摔下来。他在旁边看。怎么看？大帝可不可以帮我们？我们这匹马不听我的话。他先上马之前，先把马的眼睛遮起来，因为马看到背后他的影子。过去失败过，
一遮上去，亚历山大跳上去，这马乖乖往前走。过去会伤你很深的。我们过去的政治、个人的家庭经商的失败，会绑你很死。福音就让你从包括摩西的失败走出来。你不可能改变过去，你需要被上帝施工。一施工的结果，就发觉上帝的全能。上帝告诉他：“你怀疑人生，就把木头放下去，那个杖变成蛇，本来是植物变成动物。动物学家傻眼，抓那蛇变成木头，植物学家傻眼。你还在怀疑了吗？摩西把手放在胸怀，拉出来，得了麻风。请问哪一种专业人士傻眼？哪一种医生傻眼？皮肤科医生傻眼。又放进去，又拉出来，又好，皮肤科医生傻眼。再不相信，拿水倒到河里面变成红色的，化学家傻眼。摩西就被上帝的全能所搞服了。你需要被上帝的全能所搞服。那个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走。我是学力学的，牛顿开始一定看得很痛苦。为什么不会沉下去？上帝让他有超距力。你有上帝的话，上帝可以帮助你度过所有难关。你需要被主施工，不管过去生意、侍奉、感情、人际关系跟父子的关系，需要被上帝走出来。现在过了50、60年的这个教会，你要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告诉隔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面对标杆直跑。告诉隔壁，你不可能改变过去，你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改变未来。告诉隔壁，你生命需要被主施工。第5，在短暂文化当中寻求永恒的舞台。在短暂文化当中寻求永恒，成为埃及宰相的话，法老王的话，是短暂的。非常稀奇，出埃及记第1章呢，没有记载法老王叫什么名字。埃及考古学家非常挣扎，到底出埃及的时候的法老王是谁？包括过红海的联系，这是我学旧约人一直在挣扎。出埃及记是早后晚，很挣扎。摩西如果记下他们名字的话，那不就没有这些挣扎吗？摩西不在乎那些，不过他记载第1章有2个收生婆，他们名字被上帝纪念。收生婆敬畏上帝，被上帝纪念。帝王将相，上帝不纪念你。上帝的价值观跟世界价值观很不一样。你是个收生婆而已，上帝纪念你的名字。你在教会当招待，比在君王还贵重。当然也有人从政，但你一定要看懂什么叫舞台。什么叫舞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东边，包括印度，其实到伊朗，然后到印度，他只输给印度的大象。班师回朝，后来回到巴比伦。那路上就经过伊朗，其实就是原来的波斯。碰到呢，他听说呢，亚历山大碰到呢，波斯王古列，就是现在伊朗最尊敬他们的国父。说古列呢有一个大的坟墓，那亚历山大路上回来就透过去看了，想看那个坟墓，去了，看那个坟墓不大，当然也看起来蛮不错的。墓碑上刻着是给看的人几句话，亚历山大波斯王古列所写的。他说：“人啊，不管你从哪里来，请你容许我一个小小的坟墓，可以容纳我这可是波斯王的大君王不要毁了我。”亚历山大帝看了这个人啊，不管你哪里来，容许我一个地方可以容身，有坟墓可以吧？看了
里面通通被掏空，只剩下一个板凳，波斯王鼓励的骸骨撒在外面，大江东去。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鼓励王不过是如此。你要找到一个是有永恒舞台的。摩西就在旷野服侍上帝，而不是法老王的接棒。这条舞台概念，你一定要有舞台的概念。说司布真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去成为传道，卖 Q 嘎嘎地去做皇帝，希望你听得懂。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牧师、成为传道、成为小组长、成为长老，在医院里面成为卧底的医生，学校里面被上帝用的老师，卖 Q 嘎嘎地去做皇帝。所以过了50年，这个教会要往外展。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宣教士，不要只是当一个地方的总统。当然要有人从政，摩西从过政，尼希米从政过，但被上帝用，那叫舞台。舞台，我们栽培孩子在栽培什么呢？你知道吗？不是读到台大博士。我这个年纪，谁知道你是读哪一个学校不重要。栽培儿女是下半场的舞台。我哪里可以被上帝用？摩西40岁转台，保罗转台，以赛亚转台，彼得转台，耶稣从天上来转台。这个教会过了50年，要有人转台。哪里说主，我要看侍奉超过事业，我要看侍奉超过事业。我要把我的儿女，我如果当妈妈，把儿女栽培成为被上帝用的，可以是君王，可以是传道，可以是宣教士，可以是医生。转台，舞台。所以你如果现在发觉这不是你最后要做的，我是33岁才转台的，我借你2个字，考虑转台。怎么样全时间，仍然在 career 里面继续被上帝用，仍然可以继续侍奉上帝。教会过了50年，就需要更多人转台。转台，有这个感动，所有人低头，包括你的儿女，为了他们的舞台，每一个手就放胸口，包括你自己。天父每一只手你都看到了，帮助我们，我不要成为法老王，名字不被纪念，收生活敬畏上帝的被你纪念。原来你看到的不是多少有钱有地位，川普最后是消失的，普丁会过去，亚历山大大帝也会过去，古列王会过去，服侍你上帝被你使用在舞台的人，求你纪念，帮助每一个人放胸口。这个教会过了50年，需要更多人转台，看被你使用的舞台超过帝王将相。奉耶稣里面祷告。短暂的文化中寻求永恒的舞台。那我上堂才知道你们台南有爱河，对不对？有爱河，对不对？哦，运河哦，我搞错地方，那是高雄。对。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Samuel Bellow， 他拿诺贝尔奖，文学家。他说人生像什么呢？像一些鸟，飞，突然有人冲到运河，再不上来，运河的水继续流。中国历史就是如此，400个君王像鸟一样冲到长江，死了以后不再上来，长江黄河的水继续流。大江东去，管你是埃及王子，除非你有舞台概念，世界上都是短暂。所以呢，当执事长老、小组长、同工当过招待的，举起手来一下。任何人，过去、现在的、将来都愿意的，都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你比马英九跟蔡英文还重要。第6，生命的影响力来自被导演所限制。生命的影响力来自被导演所限制。上帝叫你在那儿，
你就离开埃及。上帝叫你在医学界医生卧底当好的医生传道，你就不会在乎赚钱。上帝在你学校里面成为音乐老师，卧底当老师，为了传道，仍然把音乐教好，你就是卧底传道。被限制，上帝说不，那个钱不能去买股票，不能买 ETF 的话，你就把钱放在有意义的地方。上帝说那个钱不能碰，执政掌权的那个钱不能碰。上帝说那个女人不能碰，你就不敢碰。上帝说不要移民到那个国家，应当在哪里被上帝用，你就被限制。因为被上帝用的是被限制的，被约束的。上帝说男人要爱妻子，你就乖乖的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你好好委身被上帝用，你就不要只是为了赚钱，最后做虚空，像那只鸟冲下去。回答我一个问题，请问摩西在旷野多久？再问一次，多久？80年，空旷的80年，前面40年之后就在旷野，完全只是因为上帝限制我在旷野。前面是帝王将相大江东去，收生婆就超过王子法老王。你开始像我这个年纪就开始剩下时间，我如何被上帝限制？不要那么关心金钱，是金钱看怎么用可以的。我请问你2个重要概念：时间跟金钱，哪一个值钱？不是金钱。第二个 ，home 跟 house 哪一个重要？不是 house。要有宏观 ，home 时间。做上帝要你做的是舞台，80年在旷野，承担上帝的托付，到摩押平原东写的5经，承担上帝下半场的托付。我刚讲的东西，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在传道书，下面书好像不多，登记，下礼拜签名会到寄给您。是传道书，这是我写的书，是一个姐妹在经营，看人生。慕道有读的道，你的家人、亲人、你的手下可以也帮他买，你的儿女可以跟他一起读100天与神同行。这是诗篇的100篇，很好读。华人版的花木甘泉，很好读。第3本也是100天，与摩西一同灵修，5经的灵修版。这3本书下面剩下几本，不够就签名。下礼拜书就到，你甚至跟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孩子一灵修，可以用那个短短的2页就1篇，上个厕所就读完了，帮助你灵修。那我们要结束今天，准备第7之前，所有人手机要拍可以拍了。我让你复习这7点，也好让你承担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这个50年的教会需要往前走，希望100年之后有人感恩。那一年我承担上帝的托付，所有人一起同声：第一，来请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第二，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第三，第四，第五，最后第6。最后第7，他在旷野80年，没有进迦南地，非常可惜。不过一进入新约，登山变貌，耶稣请他进来。左边是以利亚先知，右边是摩西，代表5经。旧约的总纲是耶稣，就是那小孩子所唱的。星星无数，可是耶稣是我的唯一最爱。摩西最后就是跟耶稣在一起。你的目标是跟耶稣讨他喜欢，那一天才称赞。
80年在旷野没有掌声，轮到各位人卧底在你所在的场地，你的合场、你的职场。主啊，这50岁来了，哪里是我的舞台？哪里是我的托付？我那天才有掌声，不要羡慕今生的掌声。这50岁到了一个时候，轮到你跟我，发觉不对，赶快转台，看 home 超过 house， 看时间超过金钱，看侍奉超过事业，找到你的托付，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包括楼上的，低头来祷告，有感动把手放胸口。天父，每一个放胸口的时候，你都知道，我来了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叫我来，不是因为我的配偶，我要亲自到你面前。我需要你成为我的主宰，我要羡慕，不是外面的星星多少颗，羡慕耶稣住在我里面，羡慕侍奉超过事业，羡慕时间被你使用超过金钱无数，羡慕家庭被你得着超过 house 豪宅无数。求你让今天每一个借个50年，我们生命被翻转，下半场有 roots， 后面的 win。我们自己的儿女要如鹰展翅，我们自己要如鹰展翅。借着今天摩西如何被成全，引导我们每一个说：主啊，我人生下半场单单被你使用，纪念每一个愿意说我在你这里面前的，求你住在我里面，从此我跟随你，服侍你，敬拜你，奉耶稣里面祷告。感谢神，吴牧师带来非常美好信息的分享。我们要透过一首诗歌，我们要再次来回应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我们所领受到摩西他下半场的人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领受，有一个新的思考。我们知道认识神，不论我们几岁，当我们认识神的那个时刻，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那就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开始。我们可以告别过去我们的人生，告别我们过去我们觉得失败、软弱的地方。当我们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境界，让我们的生命转台，我们生命的目光、生命的焦点，就是完全的转到耶稣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应这份美好的一个托付，也回应一个美好的呼召。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我心属于你》，再次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耶稣说：耶稣，我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我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可以给你，我有可以给你的就是我的生命，我有可以给你的就是献上我所有，将我的全心全人摆放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当作是我们今天的回应。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们再次从头来唱，我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
我们再次来唱这首歌，副歌，一起举起手来向神说：神，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主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这时，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们再次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再次来向我们的神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说：神啊，我真的是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摆放一切美好的恩典，回应你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神，我们相信，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开启我们人生的下半场。神，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所那个美好的计划，你所交代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工作，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与人的相处，在我们与我们的儿女、与我们的家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所接触到的，都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都让我们成为一个回应你呼召那个美好的管道。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向他来发出祷告，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跟神说：神啊，我在这个时候，或许我还没有找到你在我人生下半场你所托付的是什么。神，求你在这个时候也给我一个感动，让我真的知道在我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我要往哪里去，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如何来跟随你。在这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哦，神啊，感谢你，神啊，带领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计划，都有美好的带领。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境界，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神，我们都将你成为我们的目标。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各个方面当中，各个层面里面，神你来使用我们。神，我们在面前来宣告，你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你真的是我们生命的带领者。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你更多，让我们去看见你更多的作为。神啊，赞美你，赞美你。神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献上我们最大的赞美。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你最尊贵、最宝贵的器皿，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身份。神啊，但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美好的身份是要来活出你的呼召，是要活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新的转变，让我们的眼界有一个新的调整，就是我们将我们人生的目标定睛在你的身上。神，不论我们今天几岁，我们都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下半场就开始了。这不在乎是我们的岁数，不在乎我们的社会的经历，我们的背景如何，而是当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是将我们人生所有的年日托付在你的身上。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来注目你，让我们一生的脚步不离开你，让我们所剩一生的年日当中，就是要来荣耀你，就是要来回应你美好的恩典。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继续带领我们的富强教会，在这个50周年这个重要喜年的日子，我们不仅是看过去你的恩典，我们更要向前迈进。我们要看见你就是那位做新事的神，你就是那位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断带领我们前行的那位神。神，愿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请我们一同来奉献。
众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本月金句背诵，我们一同来念本月的金句2次，请。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1章5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1章5节。这时我来报告，我们看周报第2页，下个主日的主礼是夏牧师，诗会是秋萍执事，其他的服事同工，请我们自行来注意。我们看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第一点，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吴牧师今天的培灵会，让我们都有非常丰盛的造就，谢谢，谢谢。我们看第3点，本会定在6月21号主日举行第2季长职及首长的联席会议，请我们的长老、执事以及团队同工、首长预备心参与。我们看小会公告的第2点，50喜年圣礼典以及洗礼。本会定于8月16主日举行社教50喜年圣礼典以及受洗礼，请预备要参加洗礼以及信仰告白、坚信礼的弟兄，还有青少年跟小儿洗礼的，能够以祷告的心，在7月19之前向办公室这边来索取报名表单。那提摩太牧区的青年可以向曾瑞平牧师来报名。我们看第6点，婚礼的消息。本会西罗亚小组方宇文姐妹以及陈乔如弟兄，在今天这个主日的下午，在旋转海鲜宴会馆要举办婚礼。我们恭喜这对新人，也求愿主保守他们蒙福幸福的一个家庭。我们也为这个家庭来关心代祷。我们看第8点，丧礼的关怀。本会杨博文医师的父亲杨辉雄长老在6月5号蒙主恩召，那么他们已经在6月13下午在台中西屯区门诺会来举行。随时礼拜我们持续为这个家庭来关心代祷，求主赐下安慰、盼望以及力量。我们看第9点，其他消息报告的第5小点。本会有筹组一个非常有力量、非常年轻、有活力的耶和华沙龙舟队。那么这个队伍就是要在今年代表本会呢来参与端午节的划龙舟的一个竞赛。那么在台南的运河。第1场的一个赛事是在6月17，就是这个礼拜3。如果弟兄姐妹你们的时间允许，我们在6月17下午3点40能够来到现场为我们这一群非常有活力、非常青春洋溢的这一群年轻人来为他们加油。我们看门徒培育事工以及牧区团契的消息，我们可以请大家自行来浏览。那如果在最后面奉献的部分如果有出入，也请你们能够向所有的向我们的这个财务同工来进行更正。
那以上的一个简单报告，我们请夏牧师来补充。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哈！刚刚你看到这个灯光哈聚集在牧师身上不是要拍我，今天是因为我们有春城印象公司，他们特别来，昨天到今天一起来拍摄很多素材的影片，然后要来拍摄一份我们富强家50周年的一个形象影片，还有一个记录影片我们谢谢他们还在现场哈。我们疫情姐妹摇摇手一下，大家看不见她的样子还有6位他的同工他们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忙碌疫情姐妹呢是我们的青年虽然在台北工作，但是是我们的青年他是今天他是当导演请这些帅哥来帮忙拍照。那是我们我们的静瑶兄还有素文姐来拍手一下他们的孩子谢谢辛苦了，谢谢你们他们拍摄的那个影片的角度什么可能我们自己不能想象，但是呈现出来你就知道了好，那谢谢他们的忙碌努力我们也欢迎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叫做杨奇俊弟兄在哪里？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嗨，杨奇俊，谢谢你，欢迎，杨奇俊弟兄上帝赐福你。好时间很宝贵我们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呢50周年的那个感恩餐会报名到尾声了，剩下应该80位又有人报名了，所以还剩大概5、6桌的名额。那我们已经邀请本堂的会友都报名完了。如果你疏忽或忘记来到时候没有名单就没办法。不过我们开放，你说你的至亲好友、你的长辈、你的亲人想要说一起来经历我们50周年的热情赶快来报名剩下7、8桌的名额我们请大家踊跃。另外我们在7月4号整天的敬拜赞美诗歌研讨会，请大家记得赶快来报名，因为我们会友也要报名才知道我们名单，还有我们的这个准备午餐那晚上还有敬拜之夜，隔天也要请这位尤志伟牧师来做这个讲道培灵。那一天因为要用敬拜赞美的模式进行，所以只有1堂礼拜，就是说7月5号我们就1堂，所以等于8点40开始就完成就没了所以请大家记得那一天要准备心来参加好，那最后时间很宝贵我们直接报告这一个我们请这个回到原来的投影片。我们的吴牧师呢，他今天特别带来了3本他最新的著作那这3本书呢，刚刚有提过，一个是《传道书看人生》，就是从传道书一些属灵的一个体验来写出来。那第2本是100天与神同行，还有第3本是摩西的100天一起灵修。那早上第1堂因为这一次太慢了，请他们台北用书那个纸箱寄来所以就吴牧师昨天就带了一部分过来第1堂好像这个摩西这本已经卖完了剩下没不到50本了。等一下结束，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到楼下去因为吴牧师等一下做完礼拜到楼下签名，就要马上要赶到嘉义去看他的妈妈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我哪本书没有买到，你可以签名登记，我们再请那个公司来补寄剩下没几本，我们等一下楼下可以参考，1本才250块，1本250块，可以做我们灵修的使用那另外这些资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要恭喜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景弟兄呢，他即将要毕业要在6月23号举行毕业典礼，我们也祝福他，因为要预备新成为传道人我们给金景新传道来鼓励一下。好，那其他的报告我们就请自己看，时间很宝贵，我们就来做结束，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
领诗完，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引导，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默祷来闭会。我们感谢主哈，2堂的礼拜很顺利完成，而且呢，早上还没有下雨，听说下午就雨势就要来了哈。那我们弟兄姐妹结束的时候，如果愿意跟吴教授来照相，我们可以到前面来哈，拍一张合照。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哈，然后到楼下有几本书可以一起来分享，然后就完成了啊，谢谢。